典礼，吼先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我是李港镇台语舞蹈基金会副执行长罗昭啦，罗就是罗清这个罗咱的总统罗吼。 好鸟是日本叫做年代迄个鸟字吼，日边的鸟，男就是男性大丈夫的男。好，我嘛是大家迄手头边迄个就是蒙博的主编。好，我无重要，重要是今仔日嘛，基金会嘛有足侪本的董事长、当时我的董事来到现场，所以咱先请那董事长来替咱讲几句话好无？嘿。 那顺遂，咱基金会董事长，大家拍鼓啊！各位台湾的先进，少年弟，看到少年，感觉跟我比着就差足多。少年人迄个气息就是不一样，威啊，死气沉沉。 伊甲少年来往啊，伊点泡含出来啊，讲话方法是讲思想，以后大家几点来互我影响什么啊，帮助典礼啊，你去什么意见，咱讲，机会哦，咱不较改进文化，多谢。 感谢那董事长这个项目做的出来欢迎，但是应该较实在目前我大家无实在哪啦，就是头拄仔咧看就实在啊嘛。即摆欢迎迄个咱的执行长陈宏伟陈老师。大家好，大家食饱无烦恼，食饱无烦恼，即个较过时起来。咱即摆应该是爱讲台湾人爱出头天啦吼，台语嘛爱出头天啦吼。 咱今日即个活动就是，其实之前已经举行过真侪摆阿克想的活动吼。毋过因为阿克想即个活动其实是逐档的形态拢无啥共款，中无一定逐档办，主要是形态甲经费的问题拢有啦。形态就是讲，咱早期拢是种类即个诗小说的即个创作，落尾嘛有捌种类即个剧本的创作。 到落尾呢，有即个台语文体所较济了后，咱想讲爱奖励即个台语文体所的学生用台语来写论文吼。所以咱之前嘛捌有几啊当是奖励即个台语论文吼，这方面的即个奖项。到落尾即几档呢是拢较注重伫咧即个绘本吼的即个创作啦吼。当然绘本的创作伊是一个就是较复杂的过程吼，对故事的奖励了，再来去设计即个画图的部分，规本要安怎去设计吼。其实即个绘本的部分是甲其他的奖项比起来是加较复杂乐长吼，真爱足侪人力吼，投入才有法度来完成。所以今年改变形态啦吼，今年改变形态就是主要是因为咱的即个网络时代即个资讯化的即个状况，想讲要安怎伫即个网络时代会当奖励可能点采较少年一辈吼，会当来运用咱哋的网络机能吼，来即个网络会当做更较侪台文的即个发表好，像更较侪台语影片好，要安怎讲伫网络会当互更较侪无共款人看到台语甲台文。 所以今年是用即个百字写台文，加即个有影讲台语的即个台语礼品比赛。其实今年本来要办即个比赛进行嘛，足长途的因为咱知影即个公司台语台其实已经即几档成立以来，伊嘛有咧办即个台语礼品比赛啦咱基金会基本上较欠资源，所以就是若是讲有其他的大团体有咧办，咱可能就毋免讲办上好的。所以其实今年咧办即个部分，就咧想讲是毋是即个台语礼品比赛要继续办。落尾想想讲不要紧啦，台语台即个办较大型的，咱办较小型不要紧所以落尾要是办即个礼品比赛，透过即个手机简单的即个功夫。 就会当来即个做一个礼品，其实上主要就是希望会当扩大咱即个台语台文伫
网络吼，的即个连接度，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接触到台语台湾吼。啊嘛，真欢喜讲今年其实除了有咱本身包含有在不同是某个学者、作者，是讲即个更较侪咱无熟悉的朋友来参加吼。是希望讲嘛是打出一步啦，会当更较侪咱过去无法度直接着吼的群众，会当来参与，然后透过因的参与甲即个得奖，会当互更较侪身躯边相关的人，身躯边相关的亲戚朋友，拢会当来做伙欢喜，做伙参与，做伙来投入即个台语文的即个部分安尼，好，而且就感谢大家参与啦，嘛希望咱会当进一步用咱个人无共款的即个力量，来做伙出席，咱若有看杂志的，当知影讲即几期杂志。咱拢有咧即个几啊看者，就是台语正名好，用这较明显啦，好，就是咱的即个台语正名人数啦，台语正名人数，当然咱即摆已经是人数到4000几个，的即个人数，事实上咱是感觉无怪意啦，感觉即个数量也是无够，相当要爱设计的人数嘛，伫遮补充者，主要咱这杂志内面嘛有报啦，就是讲，目前咱有看到有部分的名已经有照文化部所建议的台湾台语去改啦，但是咱其实上主要上尾是希望即个课程名当改，课程名就是牵涉着课纲，课纲的话即摆要无法度订单毋知影未来若是修改时阵，敢有法度改，咱毋知影。不过咱就是爱希望民间，希望讲莫阁继续出现即个闽南语即个名的即个课程名，到落尾会当正名所以就是即个部分，则请大家继续关心甲支持以上。感谢阿伟老师已经甲Q 秀阁有基金会台语就是台语的人数的活动，讲了真清楚，嘛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好，今年办即个有影讲台语，其实嘛毋是头前办，就是进前的办过历史的活动毋过进前咧办有影讲台语的时阵，迄个时阵的影片的影是可能10分钟、5分钟较长的，毋过咱即马亲像较多阿富姐讲的，就是讲咱即马网络时代是毋是大家？拢足无耐心，无时间通你看这5分钟、10分钟的影片，所以咱即摆就是甲有影讲台语的时间设定伫1分钟以内。所以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讲嘛是一种挑战，就是因为即摆就是大家看手机无论你是伫 YouTube， 还是伫 IG、Instagram， 阁有迄个阁有啥物 Facebook 拢有嘛，是毋是拢有类似物件？其实因拢是一个对一个，对出一个低音音对无咱看你种低音，是毋是拢做侪迄种中国片对吧？所以咱就是爱透过台语即个物件，咱制作更较侪台语的影片来甲伊压过去对无？好，所以咱才有即摆即个阿 Q 秀有影讲台语第一片的评选。好，咱即摆大声是来邀请有影讲台语的评审来替咱讲几句话，就是讲可能伊评选的迄个标准是啥物啊？邀请迄个嘛是基金会的董事玉祥兄吴玉祥老师来，好声咧。今日真荣幸来甲大家祝福恭喜有迄个机会来首先我都有听表演我要甲阿燕讲一个多谢因为我真久无听过有人要用点歌的伊一讲用点歌，我歌都会出来当多夜舞古情绵绵。结果头一首安尼西牙手写不完所以我大个收起来厉害厉害，唔敢，感谢你，好听，今日真荣幸会当先比会当踮咧网络因为做些培训，真用心来看即几年影片，其实讲拢无简单，真正来对表达按咱生活性的趣味性的，大概是拢有含迄个点头家有迄个套招价学先讲一个话语，你使甲叫伊别讲台语是毋是安尼？鸡仔手、龙须菜，我感觉少年就是安尼，前面拄仔讲遐侪啥物，或者啥物我嘛毋知影什么歌，无我限时
吼，讲起来，这时阵无时间去买啊，总是大概拢有少年选，咱就是爱靠少年做这领域。中兴这会选，嘛当然嘛有一寡无对，毋是表示伊领域无。其实我看了嘛真有感触，一个中选的师大学生是，伊好听着金门的台语，其实金门的台语，甲我的幼仔小可是像啦吼。伊是用一个顺传的影片的方式吼，代表着台湾人定人咧考试，考试困起来就考试安尼咧顺传。毋过伊是用传统的形式，若叫我考试甲民望的真了，我大概到40几个、50个，过民望着考试的全部经验，找无考题，行着考题，找无位，考官分毋着，出头真多。所以我感觉，大家透过这甲一寡生活上咱拄着的。真个物件表达出来，真好，甲大家恭喜吼！大家甲我一个鼓掌吼！真好，感谢。好，咱即摆就来上迄个大家期待部分，就是来看即个头一个奖人。咱先来看伊的影片好无？要先看是即个先看吼。咱现在来看好。歹势啦，就是即个，因为迄是用手机啊翕的，所以应该是要用手机啊介面看较清楚。吼，咱就邀请今仔日即个第1名的得奖人谢英杰，吼。你的名敢是安尼读，我敢有啥毋对？其实阮阿爸拢是谢英杰，不要紧。我感觉真欢喜咱参加即个活动的，我有条件嘛，互我做主持，所以讲想要感谢即个办即个活动的人，佮有互我参与即个活动的所有一切，佮有我的阿爸母，努力。感谢玉杰吼，好即个咱就来看，即摆咱就来看第2名，黄楚祥的影片。有声无听着？敢若无吼？哭，因为做大水失去的生命。透过这点的种种意识，会使感受到口乌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失去的人，过去的人，一直拢伫咧，这是咱
需要一寡方式去熟悉因，去感受因，唔通放袂紧。即支牵水装的影片，替咱介绍即个有真多共款的一个方式吼。咱就请吴楚祥来讲几句话。大家我好，我有准备一寡着奖的感想啦，就看点吼。咱讲先等，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的阿翔，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因为有大家，阮才有法度用台语在阮的生活中，我去有自信的使用伊吼。过来要感谢评判的老师伊有看到这个作品内底生命的力量。这个作品是咧小解讲云林口的牵水庄，相信大家可能无啥有听过。牵水庄其实因为中南普渡伊是咧纪念1845年因为咧口地浮做大水死去的生命。所以这个人生做啥款，生做啥模样已经无人知影。但是透过牵水庄，阮会使甲过去甲即摆，现主是甲牵做伙。即摆搁也搁外人去熟悉、去感受过去的存在上尾我想要讲的是讲，用台语来小解牵水庄，我才发现讲，台语也是一种沟通的语言因为伊是一种生命是一个相连续的过程所以了解阮的过去，才有法度知影阮对倒位来，要对倒位去。所以我嘛是在迄一件影片时阵去发现讲，我甲过去一个连接。练习去听无共款的声音，去习惯去了解无共款的身份，是我坚持要讲台语的原因这个保留多元的社会，咱做伙来拍拼。我是云林阿翔，多谢大家。就是咱头拄看两天毕竟是无共主题对无？就是表示讲，家己其实会使听的足侪物件，尤其我感觉伫风俗这方面咱台湾的民俗这方面其实是真正最需要来提的，就是讲，因为咱即摆看到足侪民俗学者因做的研究，拢是用华文写的嘛，所以咱看了遐的研究，根本就毋知到底伊是安怎讲的。所以我感觉用底片、用台语，这才是会当真正互台湾的民俗传统落去的一个方式啦。好，咱来看第三期影片，第三名。陈伟涵的影片，若来台港，请你真少看。大家好，我是伟涵。台湾上水的蓝海叫做大港，又搁做做海岸棍，而且每年的旧历3月15日，大家都会来拜请这尊好成大帝，也叫做大德公。祈求平安顺遂，大家快快乐乐。嘿，若讲到这间庙的特色，我感觉就是一片彩绘墙啊。人咧讲养牛眼医好后，相传苏东时有一只虎，因为小贪要抢人类的莲仔，煞无说伊家己拿后。苏东时的保生大帝为着要救世，就将活水灌入虎口，要来将伊救活，嘛有即马即个传说。我感觉，咱嘛爱感谢着神明的办章。有一句话讲咧讲，饮水思源头，食果子拜树头。咱嘛爱时时有感恩的心哦。好，感谢伟涵，安尼咱即马请伟涵来头前。请你讲几句话。在座的台语友志，大家午安，大家好。
先讲就是我感觉讲台语，我感觉对我来讲是一种真有感情的一件代志。尤其是你翕即个影片，是因为我参考我伫旧年就是公司台语台咧设立即个南部中心的时阵，即摆开一个叫做文化小放看的节目。迄时阵因为有开始就是帮文化小放看翕一寡台语的，就是民间的一寡故事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安尼就从我家己故乡，尤其是台江进前。有诶时阵就是讲着讲要从咱台江要设即个政府诶台语文化园区，所以我就想讲，安尼会当翕一个。即个因为台江人讲有台人工作诶宝贵，就是咱诶好城内底，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甲即个台人工作诶一寡小小诶故事，因为毕竟干那1分钟，所以就是要将这1分钟内底内容会当讲互较好诶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安尼经即个就是即间庙就是。新河村保护局的彩绘墙安尼，所以就是不茫讲大家拢会使，就是透过讲台语，嘛会使去了解着咱民间信仰安尼，感谢。咱今仔差不多请即个刘雄兄来替咱颁奖。谢谢。好，现在好，再来要来看嘉奖的影片。咱先来看片怀温的影片。拢是新日的好滋味。小红爷的威严，观音妈的形象，马祖公的子弟，继续落比一片土地行顺。大家的菜市啊，也一个暗街啊，看这个城市规马人来变化。人讲新日敢若有贡丸、米粉、霸王、海贼、牛肉有关夜市苦甲鸭肉裤，有正台关于鸭汤饭的新日鸭肉面。台湾上古早的火车头、上古早的动物园，拢伫新日有城。新日市可能袂想的遐尔无聊，后回咱经来新日找找有城好风景。原来讲起新日市，大家拢会想着食。头拄仔咱看到是片怀温伊的影片，咱。听着即支影片，知影讲伊的腔但我无共，不过嘛是咱台湾的腔调，咱先欢迎片怀温来讲出到位。各位在座的先进，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午安。我想要先自我介绍，我是为新竹市来的，我头做片怀温，所以我的腔口是可能大家较无共。我想先多谢主办单位办这个活动，互大家当看到台语不同的变化，不同的这个方向安尼。嘛多谢平华老师。我想要讲的是，因为我住伫新竹，大家若想到新竹，拢会感觉讲就是科学园区，足无聊，无啥物物件，物件搁足歹食。不过我感觉新竹其实是一个真有文化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讲，会当来透过这个机会，用台语来大家了解家己的故乡，这是一个真好嘛、真欢喜的代志。多谢。期待美好，你们每次是摕这种金票，还赶快邀请你哋从下来替咱颁奖。接续就来看后一支影片吼，得奖的是王耀凯，来看王耀凯的影片。我是阿凯，今日想要和大家学解一句台语的上间，我要招大家来台中细细来了解这句台语上间。Let's 行。后天啊，门头铺。
苦楚啊满糊糊，2分补红，3分补蛇死啦！我转来啊，其实咧，这句俗语会当讲是咱台中早前的天气预报。就算讲即摆无即个功能啊，嘛会当为即句俗语来认捌足侪咱台中的有地名。是安那要知影咱即片土地有地名咧？因为咱台湾的有地名有足侪咱的先人伫遮生活的脚迹，所以咱若是会当加了解有地名，就较会当知影咱迄个地区进前发生过啥物代志。好，即摆影片就先到遮，大家再会。比赛 ，Let's come。好，来蔡公主讲咧。在座的各位先生，各位个评审，还有各有主办单位，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严凯阿凯。真感谢即个主办单位办即个活动，还有评审，会当互我有即个得即个奖。嘛感谢我即马有咧服务的即个台中的囡仔台语，对我讲对囡仔讲台语的即个团体，互我有即个机缘会当找到即个小弟，因为就是要办即个活动，整理迄个足侪迄个小弟，就是就是永远看到即句话，就感觉哦，即句话感觉因为足侪所在拢是我之前可能毋知的。虽然我是台中人，搁遮的有地名拢是可能较早的人才会讲的。人咧讲转型正义，凡是遮的一寡进前的一寡名拢会当摕转来互大家知影。对，就是讲因为足侪时间就是毋知影。咱足侪地名，毋知影要讲用迄个台语要安怎讲，所以会当讲参考。就是感谢大家。对，有请你们今天来颁奖。好，咱先来看后一支影片是单规字吼，看起来应该是咱即摆真少年的得奖人。好，来看伊影片。大家好，我是世界上厉害、上领导的魔术师单规字。今仔日我表演一个起始版的魔术。你抽一张牌，记咧家己心内，莫互我知影，互观众朋友看一下。好，家己的牌抽遮。续来，我拄仔拍一个，你的牌摕家己变过来，是毋是即张？毋是啊。毋是哦。其实即张五是一张带落牌啦，伊的数字是5。咱就1、2、3、4。这第5张对的是你抽的牌，对无？对。你敢知影我想要遐搞是即张牌？毋知呢。因为若有即张5咧斗3角，阁有4张 S 咧同我斗出牌，多谢。那也真厉害啦！安尼单规字是咧用电电出来头前，咱有咱单规字。大家好，我是单规字。我平常时就是足爱表演魔术的，嘛拢有咧讲台语，所以我就用魔术来翕一个影片，嘛真欢喜会使得奖，多谢。有专家去来颁奖。
好，安尼咱即摆有影讲家己的颁奖的部分就到遮吼。啊，我感觉讲看到遮尔啊侪无共款主题的影片，其实是足感动，因为其实当初咧办即个比赛的时阵啊，就有人会质疑讲可能是毋是办即种短片影片的比赛，有人就是爱技术足够才会当得奖。啊，大家头拄仔看到得奖人是毋是？嘛毋是嘛，毋是讲因为技术足歹，是重点是重点是台语好也歹对无？吼，所以咱即个好甲歹啊，看即个电影伊就是用即个较生活化的迄个主题出发。啊，另外就是有几来去影片，嘛是用即个民俗即方面来去出发的。我感觉即两部分拢是真对咱家己的发展来讲真要紧的。所以嘛，希望大家未来无办比赛的时阵，嘛会继续拍遮个影片，互台语传出去，安尼讲好无？好，安尼。咱再来要颁另外一个奖，就是百字写台文吼。因为台语的发展若是敢若话语的发展尔，咱嘛真需要文字化，吼，文字才会当互台语更较水，吼，啊，更较变做讲有一寡台语文学的发展，吼，所以咱即摆就是甲迄个影片共款，用短的方式，短啊，100字以内，你就爱甲台语文的水写出来。所以我感觉其实这都比迄种写长文不太简单哦。好，咱来看咱先邀请评审也是共款是咱的南党处长，嘿，讲几句话就是讲，比如讲咱的评审，你是用啥物标准去评的？嘿，大家讲一下，谢谢。各位大家好，其实评审就讲百字写台文，我想这个关键应该是讲你念起来要有心台语。不过，即摆人可能是受华文教育影响，你就读个先想到是华语，啊伊想到华语，就先想华语，才要来写台语。所以电脑人会问我讲，这个华语变哪换做台语？这样就走精去。咱人的迄个头壳内底语言的迄个构筑哦，你若拢用华语去想哦，你确实就是华语遐套读，避免说。台语的即个语言的即个结构哦，是安怎来？就是讲，敢若你囡仔说，开喙就是，伊讲就是台语，听的话来写，你免写到什么足深的啦，安怎翻来翻去，安怎唔通？伊就一定爱有台语的骨口。啊，免写伤济啊，你写的足深的哦，我相信因各位写台语，敢有可能写到足深。嘛是像咱正常安尼讲话，材料将你平常时甲厝边头尾遐个人，你讲话，有材料讲，遐就好，免是甲生气。所以我看讲迄个囡仔坐咧读了什物汉诗啊，什物唐诗啊，我来读个，我毋是讲迄无路的，你一个话就了讲，你就好。唐诗啊，都爱念什么？愿若乌啼霜满天啊，我们跌落乌啼霜满天啊，东风起火，以火啊对秋平啊。这话到迄是台语诗哦，才有用嘛；华语诗哦，才有去了解。啊，即个你去学这台语，你东风起火，这种啥，绝对袂用的啦。等下路嘛无效啊，加无用的啦。所以吼，口语化这物件，你若讲会诚顺哦，就诚赞。像讲你去超商啦，买一个物件，我咧讲，倒一个店人甲你讲用台语，无啊。加油站哦，加一个油哦，我甲讲，迄个9字的30粒，伊
伊听有啊，伊讲什么叫你？咱生活外物件吼，毋就是即摆大家拢老师嘛无教，啊你嘛毋捌哩用哦，语袂清楚，家己自私啊，语袂清楚，逐个拢无人爱听，所以尽量用台语甲人认真讲话哦，才会当学会真正常。即步较重要，好啊，希望大家当较食甲同事朋友啊，开讲要求家己啊，台语讲，你才进步。你若讲拄着是讲华语，你来用讲要来比赛，我才用台语，安尼你就进步。这开始，歹势，我其中讲有啥？头拄仔听到是咱那当处长对咱大家即个文学上写内容的一寡建议，真正真值得大家做参考。那当处长之前有捌写过两套台语小说，拢是真水贵，是用台语的小说。无影无食，甲迄个大人的爱，有人看过无？哎呦，惨嘛！大家是毋是等下爱去买册甲老师支持一下吼？就是你若是真正要甲学台语文学甲透，就是爱去学即种口语化的物件，有才有台语开口。学你迄文言文，你不管华语还是台语，迄种共款是放空输白。所以咱毋是，咱其实咱网课内底咧经过一向拢是经口语化的文体，所以其实要甲口语写较好，嘛毋是遐尔简单嘞吼。咱来看，啥物人得到迄个即摆的优选吼。好，咱即个百字写台有分做两组吼，主要是要鼓励少年同学分做大学组甲高中即组。咱先来看大学组的得奖人，大学组的得奖人诶，优等的尤天祥，伊的笔名是因雷，请因雷起来讲几句话。真感谢即个会当得到即个百字写台文的即个竞选的活动的优等。我想要感谢两个人哦，就是我的高中的老师，静茹老师，也佫有我高中的同学，嘛是我毋只是诚好的好朋友小武友，就是因为因两人的鼓励，我才会接受文学才会来创作家己的故事。另外，我嘛想要感谢伫我细汉时阵，就是四界陪我去佚佗的朋友，因为有因陪我就是四界去，譬如讲就是细汉时阵耍即个红仔飘，或者是讲耍一寡趣味的代志，互我有遐尔好的囡仔时，才会当甲一寡记录起来。嘛落尾嘛想要祝福现场的各位，咱会当就是用百字来写台文。未来凡世嘛会当用千字、用万字、用千万字来甲台文写出来。会当用百字来写台文，未来嘛会当写台文写到百字，多谢多啦。咱今仔日是有影讲台语嘛，所以咱是不是有影嘛爱有声，有文嘛是爱有声，你敢要来读一个？拢破。我同时我无甲伊背起来。红仔飘的记忆，温柔作品。囡仔时，定定爱招朋友摕红仔飘烧碟，心房弹落涂骹迄个就看书，压腰上注发射，笑声甲笑声烧落，伊到会员家己头嘛弹落山。家己囡仔时的记忆，是我大汉了后不是咧操作的宝藏。目喊甲目喊烧落，梦中甲永远再会。多谢。咱就请当主来先来颁奖。感谢。
所以来，咱来看后一位，因为优顶的是台师大的翁富雄，翁富雄，请来。安尼咱先为讲座开始了无？你着先为读诗开始，读诗了。我是富雄，这首诗叫做光，阴暗的梦，哭泣的病，听后你来分开一间，记袂着的你，春手想搁开窗，带袂走任何一时，你时光想过茶吧的时光，看袂着你的面容，伫迄个温暖中，找着家己的路。有一天过来，目睭撇开了，才知影，请赢的分是我交做的青春。多谢你。就是因为我伫大学进前是无咧讲台语，是大学了后才到头咧学，顺续将我的中文腔捡转来。所以即届题奖，互我诚侪自信，会使继续要写台语。其中我想要感谢的是我台语系的老师，师大台湾的李秋老师，伊指点我诚侪，互我诚侪想法。今仔日足欢喜的来到笑，会使甲大家做伙。希望未来大家拢会使继续咧书写台湾的语言。多谢大家。应该是日常对无？日常，因为你有迄个阳关音，日常。阮兜是来好，无要紧，就是有迄个有甲其他拢就好啦。好，来老师拿出来再来颁奖。来看后一位是中教大的李玉基，李玉基，请来。咱请你先读诗。你好，我是来自高雄的玉基。这首诗叫做《听头出奇时》，画真画困两年天光啊，窗外沙沙啊雨无高兴，迄场梦游园刮风雪，愈大愈远的脚趾，已经无人伫遐。变来搁变去，愈想愈久回来的心情，敢若家己伫遮一路念经。听候出离的时，其实这首诗是我了无几年前就写了诗。毋过我足老的是因为我爱感谢我的阿母，因为伊做古板的，所以我一直从我甲我讲台语。搁有我学校迄个同学，台语迄关系，老师拢是讲台语，所以讲我就浸染伫迄环境内底，所以讲才会当遮紧去创作出一首看起来还阁会使的诗对。所以讲，就真感谢我有遮个环境，搁有。办即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搁有互我入选的明星，咱互我伫遮讲话，好，多谢大家。你而且休息的时期带真悬哦，我请咱老师来颁奖。后一位得奖人是台东大学的黄拄雅，黄拄雅，欢迎你来。请你先跟咱谈谈。大家好，我是名叫蔡娜。我的诗是11主有教，较好斗胆换一节。人生的路嘛，毋是人人拢一盘驶到底。搁较侪是无平的路，因为挂入转换了后的人生，人定定毋敢行。不哩个，啥人讲危机敢会毋是机会呢？道路放弃代表你已有机会去一条属于家己的新道路。其实头先我感觉你讲的无对，环境真正真
重要的，因为其实即摆我的就是我伫大学的时阵，我会去参加即个比赛，啊，毋过大部分其实是迄个国文的，嘿嘿嘿，所以我其实参加即个国文的比赛，阮头一个就是我先甲，就是我上厉害的先甲国文写出来了，啊，佮伊变做台语，其实安是无对，所以头前你咧讲的时阵，有勉强我，感谢你，感谢你，因为其实因为阮兜是台南市嘛，所以细汉时阵都是讲台语。啊，毋过后来我心情嘛是还佫袂歹，我就去社区读册，啊，读册了后，大家拢讲国语嘛。啊，时间若久了，其实我家己感觉我愈细汉的时阵，台语是愈好的。即摆就是变成会晓讲台语，啊，毋过袂认得安尼。嘿，即摆袂认得，啊，感谢大家。我好像看头前迄个有影讲台语，讲哦，拄好无去比迄，因为这毋知影，这写出来你嘛毋知影我的迄个水平伫对嘛，啊，毋过迄若是话讲出来，你就差不多会知。我今仔日可能就袂出现伫遮，嘿，所以足感谢，佮有即个写文章的机会，嘿。啊，然后嘛爱感谢我的妈妈，就是安台人陪我起来，嘿，因为阮今仔日咯，我嘛毋敢行上远，因为来遮就是找无路嘛，对毋对？所以嘛感谢讲有即个比赛，会当互我来台北安尼算算的，感谢你。大家有听出一个人听无？好啊，所以真正就是讲，大家若是咧写文，好，就是因为写文章的时阵，真正是爱用台语去思考，你写出来的文字才会水。比如讲，头拄仔你讲得到放屁嘛，对无？啊，毋过你本来写的是放读，我就感觉不要怪怪气气，啊，结果你讲的是放屁嘛，所以咱就是爱用台语去思考，才会写出自然的台语的口语文的文章。嘿，好，请副班长。如果这中秋节来讲，因为挂历转换了后的人生，你那种转换，你转换，已经转，华语感官一级啊，转，加，我好想看头一个咧聊，我就开始咧听。可以下笨的哈。想袂到吼，我想着讲来遮要领一个真过来读诗读文章，可能看后一个想来遮会啥？后一个台南大学的即个台南人，刚刚毋知黄思涵，来请接受你的挑战。大家好，我叫做吴素涵，今仔日我要来谈我的文章是有心岛，迄个第二岛，转过有大有细巷仔，转过有大有细巷仔内，陪我手表仔、跳棋仔，然后电机比赛，一直向前行，人生甲煞是头一摆的历练，小餐祝福拢有领食。到那也有骹无声咧打，有拍无声在咧念，然后土豆有香，我知影，我要伫上熟真的暗时路对过去。我叫做吴素涵，今仔日想要感谢主办单位主办一个比赛，有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有感谢伫大学一直教我台语的老师，伊使我伫大学一年才开始正式读台语。迄个时阵，因为老师带阮读一篇文章，互我感动着，所以我就开始决心想要继续读台语。并且咧读的是有上过遮济个课，有练过写文章的比赛。不过我一定想要趁一个机会，会当甲我
故乡的故事，会当用台语来去写出来。有心得啊，伊是讲，因为我是台南的柳营人，柳营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叫做仪式，就是王节。啊，王节的开始的头几天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叫做油鼎进厝进灯歌。有心得啊，就代表要开始要起行，所以迄个时阵，因为结婚刚搁要开始上课，所以我无法度对着王船烧起来迄个时阵，所以我就对即个有心在行。迄个时阵，我就同法师搁有伊的助力啊，伫迄个暗时路安尼做伙行，对有心在行，迄个时阵，互我真侪感动。而且到今一直印象到长期，所以我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会当甲迄个时阵的纪念，佮有迄个时阵的感动，会当用台语来去写起来。其实我一直感觉会当学习台语，而且嘛亲像即摆即个回忆，会当大家做伙读台语，做伙来去学习台语，这是一种毋但是幸福，嘛是欢喜的代志。所以我希望。以后会当继续学习台语，继续家己去学习台语，会当继续用台语来去写出一篇搁一篇关系我的故乡的故事，嘛，互人甚至是会当互人感动的故事。我是苏汉，我住伫台南市的永阳区，多谢大家。我嘛是台南人，我嘛是台南人，所以咱拢家己人，所以就莫紧张。会当徛伫遮就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啊，所以真正是赞。好，咱请老师来颁奖。咱来看后一位得奖人。这位得奖人是同款嘛是台南大学的陈伟涵，伟涵过来啊！你哪来第一道题？第一道。大家好，我是来自住伫台南嘛是现主持读伫台南大学的伟涵，我写的是南节8年的野者，走找荷兰人统治的灵魂，来海西一港大湾开垦新使命。伫好贤的思想中，抽出一言搁一言的奋斗之路，看英国的车名，行到造这个文化城，是地成功为咱起鼓，笑了恁的勇敢甲漂泊。400人是府城人的骄傲。我写这篇的时阵，其实是因为今年伫咱台南府城有足侪活动，亲像大家拢会讲，就是台南建成400，所以我就想讲，我想要去了解着讲，伫咱台南的一寡历史，也是讲故事，而且嘛，非常感谢，就是主办人会使提供，就是不管是我两项拢有参加，我感觉其实不管是有影讲台语，也是讲百字写台文，其实我感觉有影讲台语，其实是真正会小可研究，因为每一个过程就是你除了甲迄个影上去无课的东西嘛，从即个台语讲互种，互人听，就是像较早那当时长讲的，就是其实台语文字化，但是有时啊，咱咧写台语的时阵，咱会透过着即个华语的时刻，所以一开始我对去年开始我就开始咧学即个台语诗。我嘛常常就是感觉讲，有时啊，你写的时阵，咱会做定因为用华语迄种写作的方式去写讲咱想要表达的一切，但是实际上就是像较早当时比如讲的，咱台语文字化，所以咱只要甲咱心内话想要讲的，就是安尼讲出来，会表达其实是咱台语上界水开的所在。而且我着嘛感谢，就是主办单位甲评判老师的肯定，感谢。
感谢感谢李涵吼，真拍拼的哈，都有参加，都有得奖，真无简单。好，再来是高雄师范大学的林佑成吼，佑成兄，请来。好，大家好，我是林佑成，即摆来朗读我的文章，生日快乐。不过这第一句应该是爱用唱，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一条定爱唱3摆的歌，正人唱，受体唱，搁有一粒苹果落顶。等我唱了，完了，苹果吃了，一切了记起。日子一天过，人讲平安就是福，我想平安就是福。嘛是要感谢主办单位甲迄个评审老师会当互我即个机会，会当徛遮。首先，即个生日快乐，做生日，还是讲即个生日歌，应该是较算是台湾较现代的一个物件，所以我就是想摕一个生活当中的物件来写。毋过即摆有一点较无共，我内底写讲，即条歌来唱3摆，毋过即摆我发现定变做唱2摆尔，因为中的迄个台语无去啊，所以就是语言环境咧改变。我家己咧写即篇的时阵嘛，发现讲，其实本体是想讲即个写100个字左右，应该是无介困难。毋过其实是爱，我会发现讲，其实爱控制即个字数是无简单的代志，就是爱伫有限的文字内底讲出家己想要讲的话，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谢谢大家。咱马上请咱组长来替咱颁奖哈。即条生日快乐歌吼，大家生日要唱的时阵，会使3摆拢唱家己来无记。好，来看后一位是大家的李玉瑞吼，请玉瑞听来参选。我试看卖念即个文章，是我做出的2大语啊。落迄张写写图了后，天边出现一有我的一拍的彩啊，真水。涂骹还佫重重，面对因阿爸低头前说阿爸讲，阮仔行，莫滑倒啊。阿明看到倒边的田水。食亲像一面大镜，反射天顶的水景色，伊的心肝内嘛足独唱，就是讲，我拄拄迄个反应，伊嘛知影我的台语其实就是足少咧讲。我是台南人，我来台北读大学，这是我第3单，第一届下是我感觉讲就是。足少的机会当讲台语，所以我这份是我差不多5月前前得去台南去我的时阵，就是到我的家己出去踅时想到。因为我是住伫咧就是较庄卡的迄个台南较庄卡的所在，所以这其实我是我做音乐时阵的印象安尼啊。我足欢喜有即个机会当伫咧遮。就是安怎写台语，这是我第一届写，可能有啥物问题，我知。足感谢各位啊。
好，今仔日有诚侪地种人，因有讲可能是大学，也是讲伫当时才开始接触到台湾的。我感觉不管你是伫最细汉的时阵就有迄个环境，也是讲大汉了后才开始咧学台语，台语讲了无啥练转，迄拢无要紧。我感觉你不管是学台语，拢袂伤换，吼，就是爱有一个开始，豆豆练，豆豆讲，讲来，愈讲就愈练转来，吼，甲大家一个勉励一下。再来看后一位地主人，吼，新台的李宽宏，吼，李先生，哈，再来。大家好，我是新公平阿的李宽，我是新公平第一个作品。之前拢就听着阿妈咧听讲，看着我来阿妈哪亲像出来出口，我就讲毋通搁食，这恁裤已经放足久啊，我等入去本色摊，搁捡回来食，讲甲细仔碎碎加落去，这就好好袂使食，莫来落菜来面。这首作品我感觉就是像咱用讲的，阮的文学也是文章内面爱生活嘛，所以我就甲我阿公阿妈在在时阵，我等伊为等伊移动的时阵，甲日常的几位甲记录落来，所以就是就即天开始应该是普通的对话共款，所以希望大家先知我的意思安尼，谢谢大家。有啊，我看有诶啦，对个，听人有出来分享。大家尽量爱鼓励大家吼，爱相信家己吼，好无？好，来看我高中即组啊吼，头拄仔拢讲是大学组吼，有诚侪人是可能是对大学才开始接触到台湾吼。其实无要紧，因为咱即摆的环境就是一个扭曲的环境，毋是正常的环境。因为咱的学校内底就是你高中迄个甲迄个国校拢干那一节课尔，迄哪有够咧对无？吼，就来看迄个高中即组的地主人。好，头一个优点吼，时代附中的林先德吼，同学来。大家好，先讲，因为我是细汉时阵会去阿公阿妈兜，就是做伙食暗顿安尼，就会讲着台语。过因为即阵我是3年嘛，要准备考试，所以其实足久无讲台语等2年时阵，有一寡无毋对的所在，是也较慢，请大家就是莫甲我笑安尼。好，毋通损断台湾的自由甲民主。毋通因为惯势煞正做原本就是应该的，人是咱家己的选择。大家敢有即摆民主自由，人是开放的气味，报道敢有即阵白人的经济，就是有每一个人会疼惜甲相。小弟，才会使闻到自由空气的香味，看到民主长治的意义。大家好，我是林天定，我头拄仔像我头拄仔讲的，我其实细汉时阵会去阿公阿妈兜食饭、食暗顿。我想爱感谢的其实毋是阿公阿妈，其实是妈妈，因为妈妈就是伊有看到即个活动。叫我讲，因为其实我想讲，我要考试，伊佫叫我来写这，我真诶就是感觉，有一寡时间毋是，我感觉时间毋是对的。佫伊叫我来，所以就想讲好啦，我就来参加来小写一下。所以我想是第一个感谢就是我妈妈，第二个感谢是我爸爸，就是其实是我爸爸要求讲，我爱转去阿公阿妈兜食暗顿。食暗顿就会开讲嘛，咱咧食饭的时阵，就是可能会问讲你最近安怎是有过了好吗？有食饱吗？还是你伫学校过了安怎的生活安尼？就是为迄时阵就开始台语一寡
较认真一寡，啊，毋过即阵就是因为真正考试，啥学校无可能有人会甲伊讲台语啊，除非是可能老师嘛，啊，即阵老师嘛愈来愈少啊，会讲台语，会晓讲台语，听讲爱认得愿意讲安尼，所以我真诶，我感觉愈来愈袂晓讲啊，我多谢大家。师大附中嘛，足侪拢讲台语，我伫遐做5年的主任，做，人家拄着我拢爱甲我讲，这位是律主任，我姓哪的，伊毋叫男主任，讲这位是律主任，安尼知影是？所以其实拢是，咱人拢安尼，你会感觉见笑毋过，伊永远袂进步，啊咱迄个台北市的名校去读册哦，这种学历，你会感觉，迄种见不出奇，感觉讲台语是用见识，你晓得在老师在面讲，伊就是会晓，啊，伊毋知学习唔晓，所以就袂讲。现在是讲我拢袂晓。对啊，伊毋知阮学习唔晓，就是可能大家拢袂晓。歹势，我这危机讲的吼，有人就吼，若毋是开放的起义，毋是开放，开是动词，语音啊，开放是语音吼，无人遐念做开放，第一啰嗦就是安尼，语音，我拢有啥办法？开始。我替地中人同学来讲几句话因为其实咱台语讲还讲，写还写，读还读，所以呢，其实你可能有迄个环境，你会晓讲，啊，毋过其实读甲写拢是需要训练的，毋是讲我只叫你听，你就会晓读吼。你看头拄有一位迄个地中人，其实伊讲是真认得不只啊顺的，啊，毋过读的时阵，敢若是会小可客客啦。所以这就是互大家一个认识的机会，大家咱感觉行行安尼吼，谈天嘛不要紧，因为这毋是你的侧模，这是环境的侧模。后一位地中人黄祖基来自高雄市新田高中，真是，唔讲好啦，再来，好来，大家好，我是黄祖基，踮海边啊，海涌一阵拍伫海边啊，思念甲上海水倒啊，互我心内紧张袂着。伊我看，我看迄无尾海边，毋茫看着你离千里外的影，海风带面带，吹好目屎擦擦地。用透早食海风，到尾仔那。这片海的日头就要落山，但是你遐的天哪，拄则恰放命尔。好，我是黄祖基啊，所以所在，我是一个90个族人啊，我是讲台语的。我虽然顶月早是新高中的，但是我要去先来台北读册啦。这篇文章是咧写一个台湾人，还是美国人，因为原来地种远的，所以伊海边伤远就祝福大家来越来越好，谢谢。还有感受。其实今仔日进度有较紧，所以咱大家要搁有一个时间，会再看看咱吼，咱看后一个，片怀阮吼，这嘛是有参加有影讲台语的种人，伊嘛有得奖吼，得即个巴黎下来无咱请伊都来。
大家平安，我是范文，我先来念一个文章。常常开始的走小日，大声放送鬼话做的声，伊不准人讲家己的话，掠着啊，你讲家己的话，来我交代啊。我听着啊，你讲阿嬷的话，着爱发高感。你小册是内底含义，历史常常送来经济的怨言，本地花蕊大几个导师。剩高一枝花，随清风在迎。多谢。我即个文章主要是大家知影讲，台湾历史古早有一个真阿爸的国语政策，就是阿爸。伊不准人讲家己的话，不管是台语还是客语。其实我家己因为我住新竹，我嘛是1/4的客人，所以我嘛平常时嘛会讲客话，讲台语。我想要趁即个时间，因为头拄仔做老师讲豆来嘛，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即个，我伫咧高中的时阵，伫学校用台语、客语，佮有华语教大家交互故事。大家拢感觉讲，伫学校即个环境讲华语就好，因为语言爱互大家听有。毋过我感觉讲，伫即个社会，台湾即马即个环境，咱台语交客语愈来愈少人讲。这是一个真欠头的代志，所以我就讲，有啥物动物会晓讲台语？伊是台语人；有啥物动物伊是客语，晓讲客语，伊是客语人。因讲家己是台语人，家己是客语人，毋过其实伊是华语人。所以咧，安怎把即个环境调转来？我感觉就是爱讲，就是爱教因讲，因家己的语言讲台语，讲客语。一开始因会想讲，你即个人哪会甲大家语言习惯无啥相共？毋过豆豆伊就惯势，有个人会惊遐讲，安尼你去学校甲任何人口水讲，你来讲台语，即个装卡数还是啥？其实我感觉袂，即个社会已经是足平等、足多元的社会，只要家己勇敢，台湾人有志气，会当大声讲出家己的语言，我感觉拢会当互台湾的语言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开化，愈来愈多元。所以我嘛期待大家会当食讲母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会使，多谢大家。老师来跟大家颁奖。头拄仔运动，我毋知伊个叫安怎讲啦，不要理解。伊写这篇文章其实是咧讲以前的代志嘛，咱过去的一寡错误的国语政策，大家嘛知影，所以咱基金会才会想要办即个活动，希望大家会使透过影片还是讲文字的方式去讲台语、写台语，安尼好。咱继续来看后一位得奖人，孙逸伦为即个嘛是高雄市的新庄高中来的，孙东乐，好。我是孙逸伦，人生亲像有时出大日，有时落大雨的天气。当时爱热日，当时爱避雨容易不动灾。不过，倒边也是一时有淡薄错失，比如讲乌云天晒一日，日通明早穿雨雨湿，才会下过两月半。这敢有是人生？虽讲后日毋知会安怎，可是个若想好真足，较袂有遗憾。我平时就是拢咧讲台语，写台语，我甲即两项当做是我逐工起床爱做诶代志。伫咧家庭，伫咧一个所在拢用即个语言咧讲。我感觉讲台语是文化的底子，咱若甲顾好，伊就会哪生哪长。即摆最感谢李阳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即个比赛吼，这若是对我个人的肯定，嘛是推说台语的即种模式。如果我要讲一句，我是台湾人，所以我
食台湾米饮台湾水，我讲台语是世界上请领的代志。努力！非常感谢哦。顺当我你等以前来，拢未去吃螺丝，我用讲的台语啊，强烈好是面，我看你讲，后生可畏，随风后日，在看什么？这两字哦，应该写很久。随风后日啦，在看什么？应该是这样。我跟你讲，后日后天那个后日啦，这个应该混在一起。开始。拢通啊，对伊的分享实在是有人，感觉真感动啦吼。好，咱接下来，佫有一位台中市文化高中的台乐器来。一个真水的所在，我上介意的是台湾的夜市，还有所在的点心，佫上，佫会使先真侪佚佗物啊。台湾的人拢真友善，会热情的欢迎人客。咱人虽然细细。毋过我感觉真正有够赞，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共的运气，咱带我去发现，真欢喜会当着这个奖。我其实袂晓讲家己是2个月进前才开始学，希望我会当不管如何。好，感谢师兄，单同学吼，我感觉就是讲，家己问一条路，不管你是为当时开始，为倒位开始，我感觉都袂要紧，就是咱就是听讲读写，头仔来甲即4项拢好势，我感觉对台语文化底吼，就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好，咱今仔日的颁奖典礼，佫有。因为有时间，即我就加讲几句啊。吼，咱头拄仔看到讲大学组甲迄个高中即组的迄个内底文章的主题，其实真多元嘛。吼，甲迄个不要讲台语共款，不要讲台语嘛是主题真多元，不要讲台语是有迄个民俗相关的，抑佫有即个对较生活化的。伫即个百字写台文的部分咧，咱看到的是佫较多元的物仔吼，譬如讲。对我来讲啦吼，我安尼看过，我感觉印象较深的有几篇，譬如讲，即篇大家应该知影即条路是啥物路吧？即条路路，青岛东路嘛，迄阵敢有人有来？有人有来吼，对，所以就是讲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真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啦，而且就是用台语来关心嘛真好，咱会使用台语来关心。各项事物吼，这是基本嘛是一向咧推广的就是即个主题即个想法安尼，吼佫有怀念家己的故乡啊，即个主题嘛拢真好，佫有啥物咧讲好这当然嘛是一个作战的主题，
不过我感觉讲，大家未来咧写台文的时阵，其实会使去思考讲，因为其实咱希望讲台语文会使生活化，会使看去甲生活的各方面。所以，因为我本身是主编吼大家爱编大家手头的网络一本杂志，我就感觉讲有时啊要紧一个主题的时，会感觉足歹紧的是安怎？因为大家写伤济阿公阿嬷的代志啊，就是讲，因为可能足侪人吼，会想着台语，也是讲台语的时阵，拢是拄着阿公阿嬷，对无？啊，毋过咱台语若是要现代化，其实台语文嘛爱对咧现代化啦，所以你爱写一寡较即摆的代志，对无？毋是讲大家写遐物件无好啦，就是讲咱创作的物件、创作的内容会使去较多元，安尼我经过较方便，就免大家会伫安尼烦恼安尼。好，基金会有几点嘛是希望讲大家会使做伙来推广的代志。头一项是拄拄新开始的时阵陈老师有甲咱讲过来，就是讲即个台语就是台语的人数，抑阁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其实即个物件会感觉讲我请一个名，我请一个名，安尼敢真正会有效，是有效的哦，大家看。即摆大家若是去编迄个教育部的书底，你看，应该会使看到伊已经改名，变做是台湾台语。迄个台罗的迄个方案，本来咱拢去叫伊台罗嘛，毋过其实伊的全名是台湾闽南语罗马字静音方案。伊也是有迄个闽南语伫咧，毋过即摆伊嘛对咧改，对教典拢是伫8月26的时阵拢改做迄个台湾台语，就是变做台湾台语罗马字方案。所以表示讲啥物咧？表示讲大家即个民意是真重要的嘛真正有效，会使催散即个物件，互教育部知影讲好，这是民意，伊爱去改，本来应该爱改唔对。好，到8月31即个时就是到其他日为止有100几个团体，阁有4000多个人参与。毋过大家感觉安尼敢无够？有够无？无够嘛，对无？因为咱要政府知影讲，咱真正是有即个心，咱就要有更较侪人来参与。所以讲，我相信在座可能大家拢有迄个数落啦。毋过，即摆重要的是讲，就是你嘛爱去讲互可能原本无接触即个台语即个正名即个议题的人，拓互更较侪人知影，请伊来签名。像我嘛会甲一寡可能平常时毋是台语科的人讲啦，就是讲你会大家会使做伙来签，做伙来联署。即个政府会使去改，其实即摆咱上主要的爱改的就是迄个课纲啦，因为即摆你迄个书底已经是台语的书底啦嘛，阁有考试的认证嘛是已经改名做台语的认证啊嘛，结果你伫学校学的是啥物？你伫学校学的是闽南语，这就足奇怪，敢毋是？所以咱就是为学校甲考试，阁有书底名称全部拢一致化。互即个名就是咱本来就是叫伊台语，嘛，互伊即个名会当变做是正式的一个私人语。希望大家继续来催散，希望讲基金会一个目标啦，希望讲到10月底进行即个议会正式大会伊的运动迄阵进行，希望是会当有10万人，全部超过1万，希望人毋知会太达到无？希望大家到迄个催散好。好当然就是讲，就是即个部分就需要大家来出代的部分啦，大家若是多代表紧，你就会使出钱。就是基金会其实嘛真需要大家来到参加，就是讲有即个捐款的部分，尤其基金会是希望讲，即摆会使录一个较细定期定价的捐款，互基金会金流方面、其他方面会使较稳定，因为上无台语袂死进前，基金会袂使做。所以就是希望讲大家会使来支持啦，就是因为基金会逐年都有办出侪活动，包含今仔日的即个阿克选活动，阁有逐个月台语3都有的讲座，阁有大家看到即个网络通讯，台湾通讯网络出向大家介绍一个，伊是一本已经出版超过30年的杂志啊，是咱台湾就有动头出版上久的一本杂志。
而且是唯一有迄个副歌会的杂志，所以欢迎写台文，百字写台文的种人，恁以后会使继续写台文，来投稿文风课安尼，互咱台语文的发展更较多元，更较济安尼。好，所以就是因为有种种的事项需要去学到，需要去做，所以嘛希望大家会使来出钱出力来帮助基金会但今仔日的活动就是到这，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活动，祝福大家未来台语拢一路顺遂，好。